唔知咧，大家讀書嘅時候咧，有冇諗過同啲同學搞一個年宵呢？我都有啊，不過一直都冇實行到，直至到今年，我人生第一次喺維園搞年宵啊！買啲咩？當然係買揮春啦！新年咧喺屋企黐下揮春咧，除咗有新年氣氛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更加大旺間屋啊！咁我今年咧就第一次設計一隻公仔啦，佢係一隻叫 Melby 一個着尿片嘅貓貓啊！佢好過癮嘅，有好多造型嘅，會令到你好開心嘅。咁例如譬如啲美元發財啊，經常都要開心啊，常滿啊！嗱，呢個唔好寒背，黐喺屋企提下自己，健康好多噶嘛。仲有日日躺平啊，生意興隆啊！嗱 BB 嘅都有啊。仲有我好中意呢個希望在明天啊嘛，呢個財富自由大家都想啦。仲有鉗撚退散啊，黐喺 office 最啱啊！除咗呢啲菱形揮春之外咧，仲有呢個特別版，一 set 有兩款，加一個菱形嘅福字啊！呢兩款咧就係洗極都係面嗰陣啊！如果認識我嘅朋友都知道啊，我成日都係講呢一句噶啦，成日講為咗你黐喺度咧，就可以令到你夢想成真啊！仲有馬上行好運，黐喺屋企非常之 good 啊！其實咧，我用咗成年時間設計超過50款揮春啊！仲有馬上發達啦，腸胃好呢啲大家都想噶啦。記住2月11號至到16號嚟到維園50號單位嚟買揮春，或者嚟揾我吹下水啊！